呢一個其實真係一個好非一般嘅愛情故事，因為佢哋嘅相遇係一種服務對象與受助對象嘅關係。咁呢種關係係佢冇得係隨時話我出嚟飲嘢啦，出嚟食個飯啦。咁首先要打破嘅就係呢種關係，大家係冇得聯絡嘅，因為唔會留下一啲聯絡方式啦。溝通上面都有啲困難啦，因為阿妹佢有一啲語言嘅障礙嘅，即係未必係下下都可以講得好快啊，又或者係可能講嘢嘅聲線唔係好清楚啊。咁呢啲障礙咧都會令到呢段關係其實佢唔會係好似一般人談戀愛咁樣去發生咯。我覺得喺阿健呢一段嘅關係上邊，令到佢重新有一種愛情嘅感覺，其實係好模糊嘅，即係已經好肯定到對方係咪你嘅另一半，即係阿健係未有嘅，唔知嘅，但係佢會覺得阿妹係令到佢重新有一種被認同嘅感覺咯。呢一個愛情嘅感覺其實同真人我自己嗰個愛情嘅感覺係完全唔同嘅，因為通常我自己嘅愛情嘅感覺係好肯定嘅，所有嘢都會佢係啦，而家呢一個就係我好愛嘅人。但係喺阿健，我覺得阿健係唔知嘅，成日都會已經好多嘢模糊咗自己，佢唔知，佢已經冇曬呢一種感覺好耐。咁直到阿妹俾到一種咁嘅感覺再出現，所以佢唔知係咪愛情，但係一種感覺嚟嘅，一種好特別嘅感覺。我自己本身理解嘅愛情咧，就係不離不棄嘅。我接觸呢一個電影之後咧，得到翻嚟嘅就係唔一定要擁有先至係愛情咯，即係曾經擁有都可以係一個愛情嚟嘅。大家心靈上缺乏咗一啲嘢，但喺對方入邊揾到，我覺得呢樣嘢係好緊要。所以我睇到嘅愛情就係佢哋心靈上一個互補嘅關係咯。對我嚟講，愛情就係你揾到一個願意陪伴你去面對高低起跌任何情景嘅一個人，而你會覺得好安心、好有安全感。咁當你會去咁樣諗嘅時候，其實就不論個對象係男仔、女仔，你係異性戀或者係同性戀者，其實愛情嘅本質都係不變咯。雖然我已經連女都生埋，但係我都一路都搞唔清楚咩係愛情嘅。但係你話一剎那嘅電光火石，叫唔叫愛情呢？我覺得係叫。大家入場啊，都會可能將個 focus 擺咗喺新晉者，但係其實我作為創作者或者係我作為導演，我其實純粹想拍一個愛情故仔嘅。我寫完個劇本，我覺得佢哋兩個之間都係愛情嚟嘅。無論佢哋到最後個結果係點，無論個男仔有冇中意個女仔，無論個男仔對佢所做嘅一切係真心定係純粹服務，對於我嚟講，呢段都係一段愛情，或者係個愛情有冇結果，或者係咪真係咁無疾而終，所有嘢都唔緊要，係最緊要係你經歷咗啲乜嘢。